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 AI 孔子，今日嚟帶你玩轉《論語》嘅論人選段，唔係枯燥嘅講課，而係超有趣搞笑版。目標：幫 DSE 學生讀原文、白話譯文、重點句子、寫作特色、主旨、常見考點同埋過去試題。準備好笑注可 ，Let's go！ 第一步，讀原文。第一段，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曰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人，出自《里仁》第4。唔仁德嘅人唔可以長期捱窮，亦唔可以長期享樂。有仁德嘅人安心實踐人，有智慧嘅人知道人對自己有利而去做。重點句子：仁者安仁，呢句係核心。想像人係你嘅舒適區，唔係 Netflix，而係真正嘅內心平靜。如果你冇人，就好似玩遊戲冇 WiFi， 捱唔到 level up。第二段，子曰：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富有顯貴人人想要，但唔用正道得嚟就唔要。貧窮卑賤人人討厭，但唔用正道擺脫就唔走。君子離開人，點樣有名聲？君子連食飯時間都唔為人，急忙或流離時都堅持。重點句子：君子無終食之間為人，即係24/7人模式。就好似你考 DSE 前連食飯都溫書，唔可以偷懶，否則就變不仁者，哈哈。第三段，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克制自己回歸禮儀係仁，一日做到，天下就歸仁。孔子話：唔合理嘅唔看、唔聽、唔講、唔做，呢個係人嘅實戰指南。唔 like 唔合理嘅 post。第四段，子曰：治事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唔會求生而害人，反而會犧牲生命成全人。就好似考試唔抄襲，就算 fail 都係仁者，唔係不仁嘅次第。堅持原則先係型。寫作特色，呢啲係語錄體，簡潔有力。孔子唔寫長文，係金句王，每句都係 quote after day，好似 TikTok 短片咁正。常見考點，解釋仁者安仁 vs 知者利人。記住，安仁係出於自然，更可貴。DSE 最中意問呢啲。DSE 試題，第一題，翻譯克己復禮。答：克制自己回歸禮儀就係仁。答中就係仁者人家。完咗。記住，仁難係態度。考 DSE 時，保持仁、冷靜、堅持。share俾朋友，下次見。拜拜。